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项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咱来讲清朝时代大贼股、大海贼蔡牵，嘉庆军坐位迄站，蔡牵手下有2万几个人马，有100几只船。那平平咧做海贼，别党的拢插一开。讲到即句插一开，这台语成语3字的语词，插是动词，插一开就是有前插。古前啊，你咧讲啥都有前插，插着动词，毋是我咧比较。咧比较讲，你若差分啊，咱就无讲差一块。爱讲赢人足济，赢人足忝，才有讲差一块。你当阵蔡牵长车赢的时阵，发一支令旗顶头家己刻名，讲天上圣庙信士蔡牵，迄支旗插伫咧船头，你保护费有力。南来北往，免惊讲蔡牵这党会甲你抢，会甲你劫，连别党的海贼看到都爱存。毋过你敢知？车赢都无落魄的久，经过无几年，蔡牵这算民间做海贼的，但是清兵人迄政府咧支持的呢。大阵的清兵包围蔡牵，将船顶所有的炮摕出来弹，结果人马愈来愈济，所有包围清兵的船只定，四周围安尼围挖来的时阵，蔡牵到落尾赢。讲船顶咱劫来的金银珠宝，拢甲摕出来扬。我要用这扬起的银两当作炮来拍这清兵。所以当时俗语有一句话讲：蔡牵摕钱考水批。啥叫考水批？原来台语3字的语词，你徛伫咧溪岸边捡石头捡出去，啪啪啪，伫水面冰3年、冰4年，安就做考水批。原来有人讲叫做批水批。国情啊，你毋咧结古朴，结骨讲汉话，这原来台语3字的语词。结古朴的结原来动词，但遮就咧讲结骨话，敢有可能？毋是国情啊传，毋是国情啊骗的。我伫民间听到人讲的，毋是干那蔡牵摕钱考水批尔。到落尾，伊发觉讲，清兵包围咱进无路、摕无步的时阵，最后一门炮弹，伊无弹别人，伊将炮管挖入来。所以俗语佫一句话。讲蔡牵做炮弹家己，你甲听外青惨就好。民间的崇拜这种悲剧的英雄，才有这款清朝时代大海贼蔡牵流传民间的故事讲出来。